隨住汽車供應鏈回穩同新能源技術日趨成熟，南加州亞罕布拉嘅 Wandris Toyota 近期迎嚟一波上車熱潮。該經銷商憑藉深耕社區嘅在地化服務與充足現車庫存，推出限時購車優惠，並備齊純電、油電混合同埋熱門皮卡等多款車型，以滿足留學生、上班族同家庭用戶嘅多元需求。隨着汽車供應鏈回穩與新能源車技術普及，不少消費者都摩拳擦掌準備買車。在南加州華人聚集的亞罕布拉，位於 Main Street 上的 Wandris Toyota 近期就迎來了大批上車人潮。今天我們特別來到現場，了解目前的汽車市場有哪些趨勢變化，並一覽消費者最青睞的車款。我哋豐田出咗兩部電車，一個 BC， 一個 CHR。豐田而家嘅市場係混合車同埋電車比較好啲。市場上出咗好多電車，我哋豐田出咗兩部電車。同埋非常之好質量嘅。為了回歸社區並滿足強勁的購車需求 ，Wandris Toyota 目前特別推出了相當優惠的限時購車專案，並備齊了多款最新車型。Wandris Toyota 有特別利息、零利息電車，同埋我哋存貨量非常之多，有500部以上嘅存貨量。所以你哋嚟呢度揾車，就肯定揾到你嘅所心愛嘅車。目前嘅 Toyota 嘅嗰條線嗰度咧，最受歡迎咧係我哋嘅 RAV4 油電混合。而家所有嘅 RAV4 係全部都係油電混合車。未來咧有2027年嘅 Prius 新出嚟㗎，同埋我哋2027年嘅 Sienna 油電混合車將會陸續登出嚟嘅。Toyota 長期深耕華人圈，擁有極佳的口碑，品質好，耐用且二次轉手極為保值。位於亞罕布拉的 Wandris Toyota，憑藉在地化的親切服務與豐富的現車庫存，成為留學、工作與家庭買車的首選據點。我哋豐田出晒名係質量、保值同埋可靠嘅車。十分熱門的皮卡系列包括 Tacoma 和 Tundra， 現場有近200台，備有不同規格和顏色可以供選擇。不論你是想體驗零利率純電車、選購熱門休旅車出遊，還是挑選現車充足的皮卡，不妨現在就走一趟 Wandris Toyota 親自試駕看看。天下衛視採訪報導。